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鬼靈精怪講故事。中意呢個聲音導航嘅，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。因為如果冇你嘅訂閱，我係冇動力會繼續做得更好嘅。咁先多謝各位。咁而家故事開始。熟悉屯門嘅朋友都知道佢係位於新界嘅，而好多屯門嘅居民都要去九龍度返工嘅，所以必定路經屯門公路。而今日講嘅故事亦都係發生喺呢一度，叫做幽靈巴士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喺屯門公路其實係發生過好多嘅鬼故事嘅，包括係警車影快相啦，影到相裏邊係有隻靈體喺度啦，又或者係啲車行下經過嘅時候，見到好多靈體企咗喺公路裏邊，更加係有的士司機啊揸車嘅途中啊見到長髮女鬼向佢招手啊，呢啲聽落去都真係毛骨悚然。咁啊，除咗咁多交通工具嘅司機都遇過呢啲咁嘅情況啊，咁當然唔少得就係巴士司機啦。咁話說有一架尾班車嘅司機啊，係由旺角開喺屯門大興花園嘅途中啊，撞到一啲靈異嘅事件啊。咁今日就講講佢發生啲咩事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尾班車通常都唔係好多人嘅，上下層啊加埋都係小貓3、4隻啊。咁所以通常尾班車咧感覺上都係比較特別恐怖嘅，因為人氣唔夠啊。咁坐